好，看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，汽机车正在停等红灯，终于转到绿灯了。没想到在画面左侧突然冲出一辆银色轿车，直冲而来，当场撞上机车骑士。机车骑士当场是人车都喷飞，而警方调出监视器，这个地点在台南安南区长西路2段，就在20号晚间10点半。明明路口很多人都在停等红灯，刚转绿灯的时候，这一辆银色轿车疑似闯红灯，也因此跟刚起步的机车骑士呢是直接发生碰撞。肇事的是54岁的郑姓女子，她驾车的时候失控，还撞到了路旁摊贩。还好当时天色已经晚了，路边摊没有营业。而21岁的洪姓机车骑士呢，四肢都有擦挫伤送医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警方到场，其实双方都没有酒测，但详细肇事原因有待厘清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